好多人打手鐲或者換手鐲啊，打到最後換到最後咧，都係揀翻呢種嘅圓棍推拉手鐲，話戴起身舒服喎。我自己話亦都係非常之認同嘅，因為圓棍推拉手鐲咧，佢係內圓外圓嘅，所以戴起手咧就舒適性就比較好。好多姊妹話有時候母親節咧想揀款手鐲俾媽咪，唔知揀咩款嘅，咁如果換作係我咧，我都係推薦你咧就揀圓棍嘅推拉手鐲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覺得呢一種咧戴起身會比較舒適，因為媽咪咧喺屋企咧通常都要做家務啊，或者湊小朋友。如果你揀一啲嘅話咧，就係話比較銳利咧，有時候會戒到手啊，或者唔舒服。同時有時候做家務嘅時候咧，日常戴咧都會積垃圾喎。但呢一種嘅話咧，佢邋遢咗之後，亦都會比較容易清洗，同埋咧就一抹就乾淨。最緊要做成推拉嘅話咧，你唔需要話知道媽咪嘅手圍有幾大。突然媽咪話有時候係肥咗啊，或者瘦咗啊，咁樣嘅話咧，佢都可以去調節啱自己嗰個大細，容易戴翻落去。所以我係比較推薦呢一款。就好似自己店鋪咁樣啦，呢幾十年以嚟啊，嚟打黃金好啦，打竹銀好啦，都係呢一個款式咧會比較多人打。最緊要咧佢係一個經典款啊，萬年青款，即係代表佢係唔會過時。3歲戴到100歲啊都好啱，日常你點樣去戴嘅咧，佢就點樣去好睇。所以啊，各位姊妹，如果你話想喺母親節揀一款手鐲俾媽咪嘅，呢一個款咧，雪梨係隆重推薦俾你嘅。